区白色轿车驶离开车道，弄到边仔点架，甚至阁有加速公线红绿灯刷调查，阁是啉酒开车。过来！林雅区骑车的民众违规轰炸落，规身躯拢臭酒味。有超过哦。超过我也无法度啊。果然严重超标，而且已经不是头一摆。最近高雄一直有酒驾事件，甚至伫去年年底发生严重酒驾死亡车祸意外，所以警方。伫路口的加派人来了，即马阁出绝招，针对过去有酒驾记录的市民发简讯提醒，啉酒了赛车有可能会封关，或者是上济罚到12万，阁有吊扣驾照车辆，可以在民众上济嘛会罚到3000块。赞同就对了。对，酒驾真的是很糟糕。提醒是 OK 的啦，但是还是防不胜防。高雄市10年来3摆以上酒驾肇事累犯有431个人，3年来2摆肇事累犯283个人。近3年的2次以发送简讯的方式，共发送了6399则的简讯。除了酒驾简讯以外，嘛会注意高危险酒驾者。后半年开始，可以在乘客罚金嘛会增加，相当的罚到15000块，就是要来防止酒驾悲剧搁发生。